8000蚊成本嘅翡翠手鐲喺出邊上銷賣你8萬蚊都唔止，但喺連衣圓球工廠現加工現賣，價錢方面肯定有優勢啦。就好似呢首情底飄蘭花，種水如冰膠水潤，情底顏色特別仙氣靈動，小碎花星星點點咁融於表面，好似星空咁吸引，起貨出嚟肯定特別靚。連衣我做咗30幾年嘅翡翠球鐲批發，同行知道我嘅價錢實惠，都中意幫襯連衣，薄利多銷，先可以常做常有噶嘛。品質方面，各位姊妹都可以放心，所有嘅手鐲我都一一跟進噶，有紋理瑕疵嘅我都唔會俾你哋。而家我就攞一條去加工俾你哋欣賞下，寶石花度啊！只想靠兩手向理想加工之後，成隻手鐲膠潤感好強，底子清透到好似一汪清泉咁。啲蘭花而家更加栩栩如生，喺情色個底上面浮浮沉沉，特別係轉動手腕嗰陣，啲花好似識得跳舞咁靈動。源頭工廠直出，中意嘅就留個圈口俾我啦。